位 MC 唔見咗咧，開盤場到我哋兩位 MC 接力啦！大家好，我係2013年模範冠軍任子祥。大家好，我係2022年模範冠軍湯振宇。接住出場嘅樂隊係2012年成立，佢哋一直秉持住行軍世情入邊對別人要幫助嘅精神，致力以音樂參與社會服務，培養同溫新一代嘅音樂。佢哋就係新界東地域樂隊，我哋將時間交俾佢哋。
我長期都喺度啊！長期喺度啊！係冇錯，你都唔差嗰個，係佢差啲嘅。玩水啊！唔知啊，佢凍走啊！你玩咗高啲定係先啊？
精彩表演。喺呢40年嚟，佢哋參與過唔同場合嘅演出，更為隊員創造海外交流嘅機會，拓展國際視野。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，我哋4點30分再見。